啊土上，解。大家好，食饱无烦恼，我是台南妹仔阿优。今日这集陪你学台语，咱同款配合高中台语课本的单元，要来分享12星座的台语安怎讲。今日录影的时，拄好是超级满月 Super Moon， 嘛拄好是水星倒头行的期间。水星倒头行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水星逆行、水逆啦。啊，台语嘛会当照反读做水星逆行，因为水星伫占星的角度来看是代表沟通、交流，啊，搁有思维的部分，所以水星倒头行的时阵，交流反射就会出问题，像讲人甲人沟通无顺利，交通出状况，电子产品故障，也是讲思考判断无够好势等等，拢着爱加用心、加注意哦。啊，话搁讲倒转来，星座有人读星座，有人读星座，拢会使。一般会按照4种元素：土、火、风、水来分类，像土象星座有金牛座、处女座、摩羯座。摩羯座嘛有人讲是山羊座，因为伫传说内底，伊是生做羊头鱼尾的动物哦。搁来，火象星座有牡羊座、狮子座。啊，搁射手座、牡羊座嘛有人讲是白羊座，狮子座嘛会使讲狮子座，射手座嘛有人讲人马座，因为伊伫生活内底是半人马，腰顶悬是人的身躯，啊腰下骹是马的形。刷落来是风象星座，有双子座，伫生活内底代表双生仔，啊天秤座是裁判善恶的亲仔，搁有水瓶座，落尾是水象星座有巨蟹座、天蝎座、双鱼座。一般认为火象的性格是较热情直接，啊土象是较实际稳重，风象足巧的，搁足有好奇心，水象的直觉较强。感情澎湃，虽然有真侪人无相信星座，不过其实占星伊是一款足复杂的学问哦。若是要认真研究，内底有真深的知识，定定唔是干那一般认为讲甲人分做12种，遐尔简单尔尔。啊，看我的频道到即马，你感觉我是啥物星座？你要看卖，留话甲我讲好无？啊，你若有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试赞、分享兼抖内，是下骹的超级感谢，就会使甲我支持啊。安尼咱这集就先讲到这，多谢努力，后摆再会，拜拜。